今日咧，我哋好多謝 Professor Jim 百忙中抽時間接受我哋嘅訪問。眾所周知咧 ，Professor Jim 係樹木同埋自然環境保護嘅專家。Professor Jim 啊，你認為咧香港嘅自然環境有咩特色？如果我哋要去睇樹嘅，去邊度睇好呢？香港呢笪地方咧，雖然細細地，但係其實好多寶物嘅。咁你話關於大自然啊、樹木啊，都好多地方可以去值得欣賞同埋去觀察嘅。咁如果你話郊區咧，我就建議去睇啲靚嘅樹林咯。咁最靚最成熟嘅樹林就喺呢個大埔滘。咁除此之外，我比較特別喜好嘅郊野公園咧，就係城門同埋呢個大欖。咁香港島呢方面咧，就大潭同香港仔水塘區嗰啲郊野都好靚嘅。咁至於市區咧，其實咧都唔少地方可以睇靚樹嘅。最特別咧，當然係動植物公園啦，因為嗰度個樹種比較多同埋罕有。咁啊，除此之外，香港公園都留低好多大樹同埋特別嘅樹種喺度嘅。咁啊，鯉魚門公園啦、九龍公園啦，都唔錯嘅地方。咁至於你話行道樹咧，我就首先要推薦就係呢個彌敦道嗰排老榕樹啦，140年前已經種落㗎啦，同埋海防道嗰排樟樹啦，亦都非常之獨特。咁希望大家有時間咧，就去睇下呢啲我哋即係喺城市入邊嘅大自然嘅良友啦。明年政府咧就成立樹木辦啦，你認為佢應該專注啲咩嘅工作呢？嗱，今次政府就將個樹木辦加埋一個叫綠化辦咧，就擠喺呢個局嗰個層面嗰度，相當高嘅層次嚟嘅。咁就希望可以做到呢個統籌嘅工作。因為目前喺香港咧，樹木管理就分散咗去10幾個部門同埋局嗰度。咁如果你咁多個單位一齊管理樹木咧，就會有時咧就出現啲問題嘅。咁所以希望呢一個咁嘅樹木辦咧，就可以扮演一個叫做中間人又好，大阿哥又好，或者叫做串聯嘅角色，就將呢個樹木嘅工作咧就分清分楚，邊啲係應該分別個部門獨立做嘅，邊啲係應該共同一齊努力做嘅，咁全部都可以解清晒。仲有咧，樹木辦我希望咧就亦都扮演一個角色咧，就係將樹木管理工作同埋樹木嘅知識、技術水平咧，就慢慢將佢推高佢，推到所謂國際級嘅嗰個層面嗰度。另外咧，樹木辦亦都可以咧就推動呢個香港樹木工作人員嗰個培訓，亦都將個培訓嗰個水平咧推高。咁啊，最終咧我就希望樹木辦可以將香港嘅樹木工作咧就做到即係世界級啦，將香港變成一個非常之美麗嘅綠化城市啦，同埋咧就有一個完善嘅樹木法例，就令到香港樹木管理，特別係呢個私人樹木嘅管理方面咧更加完善。對於保護樹木，咁市民又有啲咩責任呢？市民咧其實最主要嘅責任咧就係好似認識一個新朋友咁，由乜都唔知到一個好熟嘅老友記。咁過程係點咧？你就要學習樹木嘅一切，關於佢嘅生長啊，關於佢嘅嗰個困境啊，關於點樣保護佢啊，關於點樣令到佢喺城市入邊可以即係唔好受其他負面因素影響啊，令到佢可以將來越長越大，越長越靚啊！咁嗰啲知識咧要慢慢累積嘅，累積咗之後你就認識多咗咧，就你真真正正變成你個好朋友啦。如果變成你個好朋友咧，你就會盡量想辦法嚟愛護佢啦，幫助佢啦，甚至咧同佢做啲宣傳啦，話俾人聽樹木有啲咩益處啦。咁又認識呢個樹木咧，又亦都可以認識到呢個大自然啦。咁所以市民扮演嘅角色係多元化嘅，係可以輔助政府、輔助有關部門，令到呢個樹木管理工作、樹木護理工作做得更好。咁 IT 人又可以扮演咩角色呢？嗱，IT 呢個技術咧，就其實佢個應用係多元化嘅。咁喺樹木管理方面咧，其實好多方面都可以用到嘅。譬如咧，我哋可以利用 IT 咧嚟選擇呢個種植樹木適當嘅地點啦。選咗地點之後，可以利用 IT 技術嚟選擇一啲適合嘅樹木品種嚟種落去啦。等到個地同埋嗰個樹咧能夠互相配合啦。跟住 IT 技術又可以幫助我哋嚟管理樹木，譬如邊啲樹要修剪啊，幾時修剪啊，做過啲乜嘢啊，咁有個好清晰嘅記錄。咁跟住咧，我哋可以利用呢個 IT 技術嚟儲蓄呢個優質樹木嗰啲資料。咁我哋知道
邊一類冠軍樹咧就要特別照顧、特別保護。咁跟住咧，亦都可以用 IT 技術嚟咧揾一啲叫做有危機嘅樹，咁啊將呢個 IT 技術嚟應用落去咧，就將危機樹嘅管理做好，就減低樹木對人同埋對其他即係財產嘅傷害。咁樣加埋咧，其實 IT 技術咧就可以將樹木管理咧就推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就令到我哋香港嘅樹木工作咧就達到呢個世界級。而家好多年青人咧都用互聯網嚟到溝通嘅，我哋叫 e-generation 啊。咁想請問你咧，如果我哋用互聯網嘅話，點樣可以保護樹木咧？互聯網咧就可以將唔同背景嘅人，甚至大家唔係認識嘅人都可以連結埋一齊，有一個共通嘅題目，咁啊大家一齊可以喺互聯網上高討論啦、分享知識啦、分享心得啦，甚至佢如果關於樹木有啲特別嘅信息啊，邊度有靚樹啊，邊度有危險樹啊，邊度啲樹木出現問題需要去解救啊，咁都可以一齊喺網上高咧做一個非常之高效率嘅溝通。如果個溝通咧，如果你話用 Web 2.0咧，就可以互動式嘅，即係話兩個方向嘅溝通，就唔係單方向咁一味喺網上高取呢個資料嘅。咁啊，當然亦都可以利用呢個年青人嗰啲社交網啦，就將樹木嘅知識喺個社交網上高咧，就一路咁推廣出去。咁如果多啲人認識樹木咧，就令到啲人咧就多啲愛護樹木。而你識得嗰啲樹木嘅特性咧，你就越係識得點樣保護佢哋。我哋今日咧非常多謝 Professor Jim 咧百忙之中接受我哋嘅訪問，真係非常多謝 Professor Jim。社會發展咧有陣時都需要破舊立新嘅，但係樹木咧係我哋嘅天然資產，亦都係維護萬物生生不息嘅重要源頭之一。我希望透過今次嘅訪問，大家可以對樹木同埋香港嘅自然環境多一分認識，多一分關心，多一分保護。